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铁路高架化了后，专攻保留改建的新景点合作日空铁道。这个文化局特别来策划着装置艺术，让这个朴实的铁道加了缤纷多彩的艺术文化。用几10支小雨伞所完成的作品，这是台东国小的创作。可以让铁道看起来更加的有生命力，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会有很多植物的感觉。想要感受台中历史的文创魅力，行入这间会让人大开眼界。运用文心兰马花屋顶顶在地花组成的这个立体花艺，真有贯村的气氛。我们有用了文心兰，然后有用了火鹤，然后还有用了千代。那千代的话，我是觉得它的色调跟黄色、橘色跟黄色其实是很搭衬的。这摆真实景录影结合米杯艺术，又搁展现出无同款的风格。我们旧城区的各种的历史文化古迹都会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做一个串联。加入这个创意元素，真正让这个所在有无同款的面貌。